哎，上车吧，丽丽。喂，喂，上车了。喂，上车吧，放松。好了，出发了。警察同志，怎么了？哪位乘客是李新月？我是。请国美回去配合一下调查。哎，等等，警察同志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于老先生的家属报了警，指控他涉嫌伤害以及盗窃。是不是搞错了？于老师现在在哪儿呢？他现在正在医院抢救。据我们了解，你就是他昨晚最后见到的人。昨晚你们都去哪里了？警察同志，我可什么都不知道啊！当时你在什么地方，在做什么？我在房间啊，我做直播啊。有没有发生什么可疑的事情？那个，我们昨天到旅店办理了入住，然后就出去吃了点东西，就回去睡觉了。李新月是去过于老先生的家，他们在里面聊了很久，具体聊什么我也不知道。但是警察同志，请你们相信我，我是这次旅行的负责人，我用人格向你们担保，李新月不是坏人。你们说的那些事儿不可能是他做的，一定是你们搞错了。我明白，虽然说李新月外出的时间跟地点都能够对得上，但这并不能成为证据证明这件事情就是他做的。是你办案还是我办案？咱俩谁是警察？你是。李新月，你不用紧张，有什么说什么。当天晚上，你跟于老先生有发生过言语冲突吗？于老师是我父亲的恩师，当天晚上的谈话并没有发生言语冲突，只是提到我父亲的一些陈年往事的时候，我的一些观点，于老师不太认同。但是我们并没有吵架。那在离开于老先生家之前，你还做过些什么？没有啊，什么都没做啊。我走的时候也不太高兴，说了声告辞就走了。来，看看，这些都是案发现场的照片，看仔细了。我们在现场发现，房间内有被翻动的痕迹。我走的时候一切都好好的。李新月，你仔细想想，真的什么都没有吗？没有，我走的时候屋里一切都好好的，我没有偷东西，警察。李新月，如果这件事我们查清楚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我们是不会冤枉好人的。但是，我们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。哎，丽丽，没事吧？丽丽，丽丽，警察同志，同志，怎么样了？同志，警察同志，这里面有误会，肯定是你们弄错了。于老先生除了犯心脏病以外，他的房间有明显的盗窃痕迹。据家属证词，昨天晚上他们听到老先生的房间有声音，就第一时间冲了过去，可老先生已经昏倒在地。但是他们听到有人逃跑的脚步声。目前所有的线索都显示，李新月是最后一个离开房间的人，
所以他是最大嫌疑人。哎，等等，不可能，他出来时候什么都没拿，这些我们可以作证，是不是？是。没拿呀，什么都没拿。你只看到他没有拿东西，但是你不知道他有没有翻东西。他翻没翻东西，你们也不能找。冷静一点，没事的啊。怎么可能呢？现在再让家属统计损失金额，涉案的金额将会决定量刑以及刑期，所以李新月暂时不能离开，你们请回吧。不是，哎，怎么会这样？回去。这警察怎么这么办啊？丽丽肯定是被冤枉。警察也是靠证据办案，没毛病。当务之急，我们得想办法来证明丽丽的清白。想什么办法？而且现在警察说证据都是指向莉莉的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我们也别在这干等着了，回去想办法。我觉得小天说的对，不行，咱们回酒店吧。好，开车吧。我也回去补补觉。哎，初总，现在莉莉被关了，咱们这个直播节目得该安排。先回去再说吧。回去咱们把方案改一下，上车。老爹，我给你买的酒你收到没有啊？包装破碎没有？刚打开看过了，没问题。咱们有详情给我买酒啊。现在是这样的，李新月被当地派出所的民警带走。什么问题？你等一下。是这样的，李新月非要拐到这边来，说他要见一个他父母曾经在这里学画的于老先生。但是当他走之后呢，于家人就报案了，说家中遭窃，于老先生还气到晕倒，现在正在医院里面抢救。你听到他们说什么了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估计也就是叙叙旧吧，聊一些他父母曾经在这里学画的往事。啊，说说你的想法。我说实话，我觉得李新月跟这件事情完全没关系。杨天，你对他了解多少啊？什么时候我们查案都要凭感觉了？他如果是个犯罪分子呢？他不会伪装吗？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唯一应该凭借的就是证据，证据。把你昨天亲眼看到的、亲耳听到的一切，详细给我说一遍。我看到李新月进到于老先生家以后，我就找了个上厕所的理由，到了于家的一个院子里，找了一个僻静的角落进行观察。但是我到了以后没多久，我就看到李新月推门出来了。那就是说，你亲眼看到李新月离开以后，于老师还有行动能力。是啊。
这说明李新月没有和于老师发生肢体上的冲突。屋内的环境呢？当时门缝开得很小，我看不清楚。他们有没有在屋里发生争吵或者摔碎东西？你也不能确认吧？是。李新月之后呢？他回来以后情绪一直不太好，盛夏像往常一样跟他开玩笑，他也没什么反应。最后他就把自己一个人锁在房间里，整晚都没有出来过。李新月是条大的线索，还好没有出人命。这件事呢，我会让当地的同事配合调查。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冯队，既然我在这个团队里，我就有便利条件。我请求跟无锡当地的派出所民警接头，联合调查。这样的话，如果能够证明这件事情跟我们的侦破方向没关系的话，也可以剔除不必要的干扰因素，省得走弯路了。好，我来协调当地的兄弟单位，让你拿到这边案子的全部材料，尽快的查清于老先生发病的原因。我会同当地警方及时保持联系，确保你的安全和调查李新月任务的完成。是。多用证据说话，少感情用事。犯罪分子的伪装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。自己小心吧。是，我知道。怎么会这样？天哪，这都说啥呢？你才是水军，你全家都是水军。夏夏，你消消气。网友这么多，你一个一个怼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那怎么办啊？就看着他们喷咱们。我觉得呀，你现在啊，安静一会儿，少说两句。咱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稳定住局面，不能乱啊。对了，楚总呢？咱们也不能啥都不干吧？我去看，去看啊！别着急。王总你好。啊，对。什么？取消了？为什么呀？哎，王总，喂。楚先生您好，我司之前和您洽谈的公司广告，出于各种考量，暂时先不做了，十分抱歉。楚总，2接的电话就别接了。来，喝水。不喝。阿培。哎 ，boss。糖。哦。前2天案子怎么样啊？差不多了，基本上确定了。我跟你们说啊，你们盯紧点啊。没问题，行。记住，用证据说话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不是，我想问一下，那个老冯来冯队来电话了。冯队，你是？缉毒大队警员金小天前来报道。你好，我是孙健。你好。你们冯队刚来过电话了，说你可以协助我们的调查工作。那就行。是这样子的，我呢是跟那个李新月在一起，我以追债的名义，就跟着他们旅行团一块儿准备去香格里拉，没想到在这儿出了这个事儿。啊，那你怎么看这事儿啊？我怎么看？我是觉得，
你们这还有没有？还有，没问题啊。小李，哎，赶紧去给咱们的同志来份儿。哎，你想吃饭还是吃面？还有面呢，我吃面。听到了，快去。明白。来，咱们先坐下聊。我跟你们说，于老先生家的监控肯定是存在盲点的。如果有人在李新月之后潜入他们家，你们肯定发现不了。你们现在还有什么线索？有，于老先生家的书桌有被翻动的痕迹啊，这是案发现场照片。有财物损失吗？家属反映，于老先生的一个随身玉镯，还有一串南红手串不见了。这2样东西都是老先生的心爱之物，爱不释手，平时就放在书桌上。家属的意见是，怀疑李新月和于老先生发现语言冲突时，会有一些比如摔东西这样的过激行为。为什么你们老去想李新月呢？你们难道感觉不出来这是惯犯所为吗？这个图片能说明什么？你们看看这个抽屉打开的方式，我们平常人是怎么开抽屉的？一般情况下，我们都会由上至下，开了一层没有，关上，再开下一层。但是你看看这个，而于老先生家这些抽屉全部都是打开的，这可能是这些惯偷为了节约时间的做法。抽屉从底下一层一层打开，就不用推回去。是。而且李新月这个人呢，我跟他相处过一段时间，我知道他有一点点强迫症，而且做事情极其细致。即使他再着急的时候，他找东西一定是关上一个，再翻下一个。你的意思是，有小偷在李新月之后进入房间？那监控怎么解释？这不是于老先生家吗？我那天晚上就在他家后面北面这个小街蹲点。我发现呢，这条小街的监控呢是每隔200米有一个，而且整个的院墙并不是很高。如果是惯犯的话，200米，很远的距离了。在监控与监控之间找到死角，并不是什么难事儿。那么矮的一个院墙，他想翻进去再翻出来，也不是什么难事儿。小田，就算你的推理全都是正确的，可问题是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能够帮李新月脱罪。是，我知道，要有最直接的物证人证。哎，你们要去现场吗？带我一个。